很多人都会到大溪老街走走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老街上其实有许多在地美食，而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大溪挑夫馆喽。今天就带大家去寻找传说中的好味道。哇，来到大溪一定要吃挑夫馆，而且呢，我现在已经闻到非常香的卤汁的香气，赶快来去问老板娘。老板娘，哇哦，肉都懂咪咪哦，好香哦！哎，这里的卤味很有名，它是的特色在哪里？特色哦，特色是安尼啦，老板攞出來吼，佢伊夾咁樣嚟攞，攞出來佢看顏色吼，佢啲好拿佢分然後嚟，所以講嘢是好勁嘅，安尼卤汁，啊分醬料都真好啦，所以講卤汁是秘訣，对不对？對呀。那秘诀应该就不能公开哈，秘密对不对？那挑夫馆卤米米张后生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卤條架清菇汁啦，而有呢邊咧要拿出來，冇呢邊佢唔會拿出來。真的，重點就在這裡，一定要卤米米張後生。你好，做信用嘅啦，做信用嘅，對啦，就是這句話。係啦，做信用嘅啦，做信用長久嘅啦。係啦。哇！大溪挑夫馆盛名已久，在这里拥有良好纯净的水质，制作出来的大溪挑夫馆又香又 Q。也因为大溪运河的没落，让大溪挑夫馆成为许多出外谋生的大溪人一解乡愁的食物了，成就出大溪挑夫馆越来越响的名气。来吃吃看这些招牌的豆干、豆制品，听说这是它特调的辣椒酱。要有肉泥米，挑夫馆那个要肉泥米张好吃，很好吃。它卤汁啊已经渗透到它每一个细节里面。不说太港就讲，有都拍韩，一定要吃挑夫馆，而且要记得挑夫馆肉泥米张好吃。挑夫馆肉泥米张好吃，而且亲自走一趟大溪老街。吃到的挑夫馆不但是卤的入味，重点是还能够吃出浓浓的大溪人情味哦。